有这种红色的，就是短片，1分钟以内。这个不是用拍短片的模式来录影的，这是用4K 用录影那个按键的，用录影那个模式来录的，但是设定为4K 的哦，可以呢，有这个颜色就是短片了，1分钟以内，高画质呢，4K 呢，直向录影，不必选那个短影片那个模式来录了，用一般的录影模式，然后要设定为4K 的，设定为4K，要直向录影，还可以很清楚了。